成日都話珠海十字門冇人，今期咧就嚟睇一探究竟。你睇下，周街都係人啊！而家首期18個就可以攞雞呢個十字門地標。嗱，左手咧就係澳門嘅觀光塔啦，珠海嘅 CBD 地標啊，右手呢邊咧華發商都啦，十字門地鐵站就喺你屋企樓下。依家首期18個就可以攞低呢個 CBD 地段嘅中心位置。走，一齊跟我上去睇下。嗱，就係呢個啊！而家手上有18萬就可以攞低我呢個50平方嘅一房單位啊！望過嚟啦，窗外個價值決定你房屋嘅價值啊！你睇對面呢就係一線嘅濠江澳門景啊！而且呢新葡京澳門塔全部都喺你屋企，過年過節放煙花，你屋企都係第一個可以望到啊！而且講緊呢度呢，首期18萬，月供4000蚊左右就可以攞低呢個單位，而且仲要係70年嘅產權。感興趣嘅評論區888，我發啲資料俾你睇下啦。